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宜兰南方蚵仔鱼市场开1亿9千万拆除中建，去年的2月正式来开幕，但是出未少的状况，讲的积水淹水。 打过去，搁会喷水花，民众滚生笑，讲来买鱼啊，就爱搁穿唱水衫。啊，鱼花出来买货，讲因为部分的摊商无用过滤网，直接就甲鱼篮摆入去水沟，才会来淹水。打来会派人轮流来督导。鱼市场内底真侪鱼仔货，四处冷汤囤满真侪塑胶篮和玻璃拢箱，不过可以涂骹哪会弄积水？民众撩水行过，水果会喷起来。 这是宜兰苏澳镇南方蚵鱼市场，明明才开幕1、2年，却定定咧积水，而且已经毋是1、2摆。有网友讲声就讲，敢讲买鱼啊爱穿上水面衫，佢讲这根本是最世界主题的鱼市场。就差一点滑倒，你看到现在还不是一样淹水，也没有见改善啊，都是开。 民众去涂骹一搭一搭青色的车蹄，就是因为积水关系，水就会排水孔喷出来，鱼贩仔摕工具来回伫咧扫水，就惊一个无细力有人出逃。 进前度民众翕到10月路口伫咧落大雨，啊内底伫咧落31雨。南方蚵鱼市场，佮叫做第一拍卖鱼市场，建筑物超过60年，厝看起来旧凹旧凹。2018年年底拆掉升起，嘛伫咧去年2023年定启用，总经费1亿至少9千万，不过则启用另外问题线。 地换。我们的规定就是说，它的鱼篮要过滤起来，不能弄到水沟里面去嘛。但他们都不理我们，就塞到里面都淹水啊。渔会强调是沟通无好势，话单啊无伫咧用过滤网哈，直接把鱼篮摆入去水沟内底再淹水，这样状况已经小数伫咧改善，未来买派人轮流去市场看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